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到生意呢，其实大部分人如果讲伊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嘛，系国家未来的主人。但是生意呢来讲的话，伊除了家庭的教育以外，幼稚園都係伊接觸到體育的教育嘅機關，同時嘛係所有嘅教育地方體育的教育嘅一個團體。嗰種其實幼稚園的教育對啲生意嚟講嘛，其實幾重要。你今日有聽到來邊係睇屏東嘅聯絡鄉一個成功嘅20年的一個幼稚園嘅現狀，你馬上談一下故事，馬上分享到你今日來邊邱文田泰國的來看上。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聯絡嘅邱文田。從文田講，從頭講，你這個係來自聯絡嘛？嗬，你喺聯絡哪片啊？我係聯絡蓮塘村。蓮塘村路嘅我哋咧參訪過嘅幾片？錯。嗰時同我哋以前嘅我哋講演狀有冇嘅關係冇？演狀啊，有點唔一樣。跟我算很阿叔吧。阿叔哦，中屬。其實我做以前大部分都鄉上係鄉下，係因為媽媽我家路睇後輩嘅用人同佢哋相似嘅，嗰種其實講嚟講，其實大家一路喺度睇佢鄉下嘅反比嘅地方。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講到幼稚園，大部分人講幼稚園嘅現狀都係一啲細模嘢，除咗講我哋小新啊，小新嘅幼稚園園長係啲誰嚟？當初我想愛做幼稚園啊，嘅現狀嘅工作。也我係從事喺聯絡鄉從事教育嘅相關那個行業吧，已經過30年了。以前呢是都開個補習班啦、安親班、才藝班一啲，因為呢政府對嗰個幼稚園呢，唔個省立辦法去調整啦，限制個人。但是呢，因為我哋對教育啊各有熱心啦，各有興趣啦。所以呢，等下記得睇宋楚瑜做省長嘅時間，應該有啲精神。按精神後呢，我哋天橋嘅可以去申請變更為農業特地事業用地，如果可以去幼稚園，如果可以試，我哋能嚟去幼稚園希望呢，我哋都往下扎根但是就像頭都唔講嘅，一開始時其實你開補習班嘛，唔過有啲機器可以啲人農人哋要希望，我當初唔係去啲補習班，係去啲往下扎根嘅幼稚園，因為你看補習班可以做起話，我哋嘛係升學主義歸深嘅形式，然後真的是補習班嘅生理嘛歸好，以前有啲做歸好補習班，其實一通嚟做，咁其實我想到係做可以的幼稚園，唔係可以的補習班。睇下你做補習班的時間，真是輕無限啦！一太早放起來要多安排啊！你要做嚟做去做研究嘅，你想講嚟做幼稚園係咪有個正常嘅作息啦？呢，所以因緣機會呢，都有安尼嘅機會，所以呢，我哋都申請做幼稚園，都同本身人呢有個太地方可以發通。嗰時候一周做20年，做20年。20年真是有幾多？一開始嘅想法有正常嘅作息冇？算起來也可以講失算啦，因為也係輕無限。因為我哋大部分都親力親為啦，即個去做撩你的時間啦別人我哋都愛去張羅其他嘅東西買菜啦、買個雞啦，所以別人人有下來對兩世開始但是因為我哋以往有兼做課後托育嗰個有才藝班，別人講嘅時間因為讀死啦，我按你講啦。因為其實你看我幼稚園都偏生意的其實冇咁簡單，因為佢都講，從頭都講兩世有啲我兩世咁啲有人講因為我有朋友係馬來搞幼稚園的先生啦，伊講以前的兩世我即個食飯，人家兩世唔到我即個食飯咯，因為人家生意嚟講我有時都喺度卡貼下，吃到後來真的是可是兩世講，有時人家係混齡嘛，混班啦，可是兩世生意呢有時真來連即個吃力都唔會。但是你做起嘅時候，反正兩世其實會還有嗰種城鄉差距。
山方嘅粮食啊，哦，爬翻爬過強，因為你看無要擔。都市嘅糧食啊，吼，唔多我即個走哩。佢像你這個係，你這個開始做糧食，像你哋聯絡嘅話，糧食同其他照顧方面係咪幾麻煩？應該嚟講，要人員嘅分級啊，吼，每個人員要適當嘅去溝通，要佢默嘅自主能力啊。像糧食嚟講嘅話，伊最主要是講伊啊嘅常規，個我哋講嘅自理能力，一定而且訓練，唔是教育講默嘅愛像你的教育一道東西，因為啊年齡多樣時間，有咧階段係如果學到默嘅該有的嘅技能，伊要為主，做唔得講哦，愛教育嘅安尼。啊，最重要，因為有大小肌肉啦，哦，一定訓練啦，嗰所以呢，也要一步一步來啦，一步一步來安尼。嗰時等於講，譬如講糧食生意嘅話，其實你先學喎，以這個用嚟照顧這個，哦，唔是講乜嘅叫做技能啦，讀書叫做先唔是，佢你也要生理嘅發展慢慢程度，哦，但是3、4歲就開始要學嗰度學技術啊，學技能啊，冇講法嗰度。但就像聽嘢問題嚟講，像頭頭你這個開始去做幼稚園的時間，好，你看以前開補習班，其實補習班，我以補習班其實嗰個生意大部分都其實會已經讀書了嘛，哈，用講嘅一定堂食的，但是你可以幼稚園的時間嗰個生意呢，用講嘅不一定堂食，佢嗰時間你用嘅去轉換也會心情，無論講也過度也會嘅一種教育嘅方法咪咯，有冇年輕好哈？因為我哋今日教育無像頭擺，我講伊嘛個填鴨式啊，一聽我用嘅嘅啊，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嚟摸，因為今日很多啟發式嘅啦，啊啟發式是講我用遊戲，無論創國嘅，啊，按有啲情境佈置來帶領嘢嘅聲音咧，哦，慢慢嚟都睇人講快樂中啊，來學習，哦，安尼，啊因為今日聲音係強嘅聲。嗰時候變咗講人哋欣賞啊，不斷地去進修，去來學，用個教聲音，用帶領一個聲音咧，讓我講本嚟快樂嘅喺學習當中啊。嗰時等於你講唔得，你學欣賞創作嘛，去做一啲新嘅進修。好，一方面符合我哋更加嘅教育嘅方針，一方面其實嘛係希望佢可以學到新嘅一種教育嘅方式。好，因為其實像一開始講嘅。幼稚園嘅教育其實係所有我哋喺度教育一個最基本嘅一個教育吼，冇錯，其實唔是講一天睇有時學會講英文啊，講乜 ABC 啦，講乜東西，但是生活嘅技能，嚇同用嚟去融入團體生活一件事情，其實喺幼稚園係最重要嘅。錯係冇錯，係啊。咁從這個，因為頭先同我講，喺人把人嘅人嚟變成一個幼稚園嘛。咁人意思是講，人係咪有一部分咪係變成幼稚園的一種，能夠教學嘅基地咯？錯，因為我哋以前咧，我哋嘅田啊，都種茶泡，都蓮霧啦，種茶泡蓮霧。啊，因為有山東講法。啊，因為以前那個我哋講耕田人啊，也係辛苦啦，看田吃飯啦，啊，是看到我爸爸一路老人家真是也辛苦。嗰陣係講讀到有啊幾批，我哋變緊做農業特地使用地嘅去幼稚園。啊，一方面咧要安排地方啊，來本聲音嘅發通。啊，順山咧，因為我哋灣西過來啊，以前咧我哋灣西時節嗰度安尼上下嘅，種菜啦，也講滾厝街一條啦，厝街一條，嗰度安尼啊，更加都嗰少看到啦。啊，日本安尼更加聲音嘅來去設計，來去親自來做，幫錯啦、食皮啦一條都可以，都觀察。要所錯食皮嘛有啊，嗰食皮啊，是一般安尼即個欣賞我調好了，可以即個去嘅，等於講即個去照顧啦。啊，照顧方面就太啊，舒適嘅啊，也可以帶過去同路客人分享啊。你等於講更加幾流行嘅食農教育啊，因為你看更加幾多嘅都市鎮和幼稚園，因為食農教育咁樣啊，你前面嘅花圃，我哋種一些乜嘅東西，然後每日去淋花淋水，然後你太熱啦嘛。其
其实看到都係細細的，可能迄個玻璃龍啊合的工出來的東西，但是那個有一點甜，我哋所以農場，農場。可是像那裡有啲農場，其實冇咁多個你本身人嚟去吃甜，但是問題係加種咯，加種我發現，因為我愛生人哋沒來好嘅東西裡。也講到一部分啦，嚇，我哋做嘛事情之前啊，嚇，我以前同加種溝通，講我哋做嘛個安尼做。大部分我哋加種啊，嚇，經過溝通以後啊，嚇，99%啊都認同啦，啊，因為用咧有本身人哋去命。一方面我哋免單槍講本身人哋種嘅，我哋要教細人講喺種嘅過程底部也好，過程底部也好，我哋要同平常教人嘅，比如講數字概念，1、2、3、4嘅，一條數字概念咧，睇融入也嘅底部，用嘅咧，我哋要教細人咧，比如講伊慢慢嚟觀察也嘅，比如講我哋種咖喱米，番茄，唔可以。太嘅時間唔可以算伊嘅葉嘅，你都對1、2、3、4、5、6、7、8、9、10，明年喺度安尼話你無形中啊，吼，伊都同樣數字觀念啊，吼，融入嘅地步，你唔好搶個4班嘅也都2、3萬嘅，咁當然唔葉嘅越多，伊啊數字好嘅都越多，我安尼。所以如果以前我哋在學數字嘅時間，我哋常常會看啲圖卡，啲圖卡上面那個1朵花、2朵花、3朵花、4朵花，然後一個小白兔、2個小白兔，但是唔是，人家都唔知個種嘅呀呗，我一起蓮花，我一起絲皮嘅tomato，好，你講咖喱米，好，伊可是太嘅，好，一條葉一片葉唄，2片葉唄，3片葉唄。可能一條葉嚟一多，一腳葉嚟一多時間，一葉嚟一個，一葉嚟一多，一雙嚟一多。不過對於嚟講，伊唔係喺嗰細班嚟看一個圖卡上面嘅嗰種東西，而係真實嚟算葉唄算係嚟夾夾個錯嘛可以算。錯，咁唔係種有開花結果有冇結果時間，你咪可以安尼啊。嗰種安尼唔是講我用個抽象嘅。搞事的方式而要個活用，本身人咧無形中都安尼模型當中咧，喺日常生活當中咧，一路去接受一啲東西。一方面講，無眼拿啲測來量，測來量問題是伊更加安尼嘅你測嘅單位就因為完美去嘅，我用嘅地講也以上嘅一個月咯，你都可以算數也俾安尼上去。幼稚園對國學生人來講嘅話，其實係以所有教育最基礎嘅一部分。但是喺生活地步，把教育嘅想法融入去，亦都係我哋問題太過於即個想出來嘅。調試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自聯絡嘅文田哥，同我哋講，伊當初做乜會開補習班，還有伊個教育嘅理念吼。我想問一下吼，像唔知個，其實聯絡上我哋講，係我哋算是屏東縣學人密度最高嘅一個地方。可能即個變成聯絡嘅一個幼稚園，學法嘅教學，會容易唔係幼稚園嘅教學地方嗎？也一定會，因為睇咧我哋學法唔一樣吼。對人家政府個初衷也要發展，所以呢，伊希望我哋幼稚園可以對些努力教，有嘅呢環境呢嚟俾人學習，所以政府底下有規劃講嚇，請我哋嘅幼稚園嚟參加，也嘅全科儀，網絡沉浸式課儀啊，特別安尼，最主要是講同我哋也要客家嘅模樣，傳承下去。咁啊，政府呢，如果規劃一條課程，因為以前呢，我哋喺推這段時間呢，最主要講冇嘅呢課本教材，但是政府更加呢有啲研究一方面嘅嘢，所以慢慢地都有發展出來，我哋教材一個部分，因為語言一種東西啊，個抽象，嘅文字一啲話也清晰。所以呢，我哋都利用講，我哋請我哋先生啊，
用这个来做教材，来录样，来做咁嘅情境教学，人哋讲情境教学嘅，啊，平常时呢，喺上课时间呢，人哋會約你同學法，先交雜的安尼來教，啊，後邊呢，如果用學法，就只有先教。因為我就想我問你講，因為雖然我唔從我哋聯絡上哦，其實喺我哋行裡面都最高嘛，但是其實人家他那個不免呢，一定會有譬如講河洛人啊，原住民啊，他個人係強下嘛，咁然後呢，雖然呢，睇幼稚園嘅話要學學法，家長嘅反應哦，像同我講，其實他個人呢應該還可以接受吧。一部分啊，有，因為我講過嘅，我哋喺做乜嘅推薦乜嘅活動，我哋會同家長溝通。按家長本人嘅回饋呢，因為講，細年嚟啊，到學習一種語言啊，都堅持好，按因為呢用嘅有嘅嘅環境來幫細年嚟學，按有人嘅師資，有人嘅欣賞嚟講，咁當然因個樂意，睇碌卡時節，有冇定講細年貴氣有人會搞睇現實，來互動，按嚟學習細年嚟啊，有嘅，按你有人要配合政府啊，還有課語認證，他們都有課語認證，幼稚園裡面鼓勵我哋幼兒園嘅細年咧，一啲小朋友咧，家長咧嚟盡量嚟參加，幼認證。因為得多錢踴躍嘅參加啦，又闖通關啦，對，因為其實對我哋幼稚園嘅老師，都設計嘅又闖通關，也一啲我說認證嘅一個方法，你用教嘅方法去認證人家學法，但是初初其實我哋嚴重講嘅啲最重要嘅東西，你講情境，因為人家最多嘅問題都講，因為人家會像人家感到喺細年嘅媽媽，其實馬上個人強。有時喺度人強爸爸媽媽好，即個本地啊學法都唔到講唔到好。係，嗰種講唔係比方講過去嘅，我講同爸爸媽媽學法其實機會冇多，冇咁多。佢變成講其實可能學法嘅情境嘅部分，如變成係幼稚園嘅部分嘅時尚，去負責。就像頭都講，情境是要先像時尚先去錄人哋樣帶本身嘢看。像嗰種樣帶內容太不一樣嘅咯。一般來講像我哋做教育嘅最主要講細年係你從生活嘅一當中咧，嗰啲我哋接觸到嘅，嗰時候我哋會對最平常嘅，比如講文學，也碌卡一般嘅我哋講對話一啲，我哋都一啲單元，欣賞都嚟設計，你放現在。咁當然，好多主持人講，碌卡爸爸媽媽而家個後生，不見得講面咧後生而會講，但是我哋會運用而個老一批嘅阿婆阿公，一條來聽書。或者呢，像我本身，我要睇沙期，一啲發展協會做總幹事，接受到一條老雜，我哋長者一條啦。有時我哋要帶細年咧，去我哋發通中心，同我哋關懷據點嘅啦，一條老人家同樂，順勢咧也同佢做啲互動，也用一種講也本一條老人家也可以講漢語弄順一下，平常時嘅話咧，我哋如果透過如講睇學校嘅會有我哋成果發表會一條。嚟表現出來，請一啲家長，一啲家庭嚟參加，嚟俾你看講你細年嚟，唔講而家學到啱嘅講法，俾你感覺到睇到卡法，人哋也可以互相一齊學習。我哋以前常常會講一啲老幼共學，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咧原發處同我哋細年嚟共學，咁其實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也係一種幾好嘅一種學習嘅方法，因為做乜呀？我哋常常會注意到一件事情，就講，嗰種而家人強人學，而家學法講嘅幾好嘅啊！我一聽我羨慕一件事情講，阿婆脫胎嗬，而呢個嘿，萬歲爸爸媽媽幾無限，幾多學法以前講嘅幾好，因為所謂阿婆唔好講華語啊，而都話用客法嚟講其實講嚟講去嗬，
反正都唔好讲过难的东西。啊，其实你生发东西，你迄遐汤唔食，阿婆说通常嘛底下嘛个意思。慢慢的，其实伊都底下呀东西，而且下个讲下方法规章，可是眼强人吼，明人眼强人也是讲。眼看伊客法讲过好啊，以前想讲阿婆土台吼，故事唔宽，也还没等于你讲老幼共学，老幼共学，学客法。系啊，我分享伊个啦哈，我听人哋嘅铃铛沙去，伊嘅有那个关怀据点嘛，啊，他们老人家参加，啊，有时老人家我带孙咧，啊，有一摆呢，差不多，因为伊个上个课程啊，个法。有一摆都唱歌诶，都唱客家歌诶，我就发现讲，佢伊个孙嘅哦，咱差唔多2、3歲啊，差唔多2、3歲左右，唱个客家歌啊，字正腔圓，唱真係，啊每人講緊我阿唔會唱咯，伊講阿婆教我嘅，你耳濡目染啊，你嘅講嘅法清章。按个旋律啊，吼节奏，吼听得到。我因为讲，也如俺哋讲嘅环境啊，吼，我影響到啦。唔敢講有嘅呢情境本細年嘅嘅，因為細年嘅睇俺哋幼兒園嘅話，差唔多都早亂就7、8點鐘啊啦，吼，一年嘅時間啦。咁當然一開始欣賞，而又有耐心慢慢嘅去帶，啊，因為。各種好咯，吼原住民也好，客語也好，細年嚟陸腔下，啊陸腔下是欣賞，啊用去喺課程地杯融入地下去，啊平常時像我哋最細年嘅時間我哋咩嘅呢？我哋對像你問安嚟講嘅話，我哋細年嘅上場，我哋細年都講。老師早安 ，Good morning， 安坐牛仔。全部都在一边。如果你融入喺地杯啊，你可以，自然伊咧有咧環境不給予，都習慣嘅啦。係啊，因為細年咧，應該講細年咧，我見到像伊個海綿一樣嘅啦。錯。好，伊吸收乜嘅東西，都講乜嘅東西，而且伊萬些學到嘅花式啊，其實伊也要引頭都幾準。錯。好，我想講有時候我過太一些，譬如講我哋行嘢，過太一些好落花嘅時間，沿路乖乖，幾強啦，係幾強路乖乖，吼，幾死嘛壓唔到操。但是萬歲講客家聲音咧，好客家聲音咧，幾強路貴爭，你上頭都我哋咧嚴重講，我講，其實伊創個歌，伊可能嘛講唔是個歌嘅創嘛東西，但是伊彈個音，彈個講，彈個腔調，叫我一路發言嘅嗰種，佢種人來講嘅話。像原來有時人嚟講，某個時節開始學，比如講接觸到客家，按你講雙語教育嚟講啊，嗬，兩個語言嘅教育嚟講，某個時節嚟學嗰好。其實有細年嚟學東西啊，嚇，咁當然越做越好，因為伊等於講一種拍子，嚇唔變嘛嘅，一路好嘛嘅。咁當然我哋冇可能講嘅，將我哋用方式比如講我哋唱歌嘅嚟講啦。我哋幾下嘅感覺到啦，嗬！我哋南部嘅呢，比如講本身人哋唱嘅歌嘅，也講我哋出家客家嘅歌曲嚟講嘅話，北部啊，比較個感覺個重視，如果到我哋高做啦，係，一定要片嘅歌，一定要上過呢同人哋冇，行嘅呢一片啊，嗬，個企業方面，所以有時我哋會去主動去尋一條資料，一條。有一條歌曲啦，也嘛嘅本適合本細年嘅，嚟上課嘅內容，無論親身去教裏邊，嚇。咁當然一細年唔好透過講我哋唱歌嘅，律動，冇我哋口訣，安尼一種安尼念嘅方式，安尼慢慢嚟嘅。雖然講唔掂嘛，佢講好也用嘅，啊，但是安尼我同佢地波嘅意思啊。他要同細年嚟講，按一方面上課時，因為安尼東西都一樣嘛，你等於講安尼學歌樣嘅，一邊兩邊三邊去叫迄個一路啊嘅，一路說嘅話嘅，啊慢慢來，啊到細班、中班、大班嘅時間，伊嘅教材有無同樣，慢慢嚟一路安尼學習，循序漸進。嗰個細班嘅用律動、用旋律，好，伊慢慢講，咁中班咯。從中班來講，我哋可以講有時嘅呢情境啊，你講情緒帶入情境裡面，你從生活的情境裡面嚇，你睇錄卡哇，
烧铁啦，讲个蒙茶呀，讲个煮东西嘛，个如同一条，安尼如同一条做成安尼如去做那种黑米系黑花安尼方式，哈啊有安尼情境演练的方式，生意的慢慢看，给他以发展到中班、太班的时间，伊个脑筋好如够上啦。可是学校的教育同俺的幼稚园的教育同样重要，你讲其实万岁时节，如果好好一培养。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咪有嗰度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联络嘅文田哥同人讲，而係用把客家教育融入我哋幼稚園嘅教育地方去。但是我想要請問一下吼，你就第一段嘅時間，你即係講其實喺嚟做幼稚園時規模下，按挪有係做你用小防隊咯。好，講到呀起源哈，因緣際會啦，因為我哋做，其實我從幼兒園也部分啦哈，雖然係教育部分，但是還是另外一方面提供到服務業，我哋服務我哋家長哈，嗰日就生意咧。啊，因為呢，我哋睇聯絡也地方啊，已經第一經營嘅幾下生意啦哈。啊，深度嘅上講，我哋用嘅嚟回饋也為我哋本身嘅聯絡票，哦。啊，有幫人看到我哋存放，也條嘅發展協會，也條嘅環保志工啊。如果利用2年嘅時間啊，就出嚟打掃。啊，呢個打掃時，我深度會想，我可以嚟為啊，我哋沙起嚟盡一份力量哦。嗰時我哋請當時嘅群眾嚟講，還可以加一毛。按家多多有開始，我哋聯絡消防處啊，嚇，要成立。啊，講我哋加入意識，嚇，加入意識。但當然有限嘅時間，嚇，我哋都聽書啊一下啦，嚇，也係做為講一種嘅安尼回饋啦，如果你因緣際會，那因為也之前咧，我哋學校嘅咧角色啊，也有做過志工一啲，嗰時我哋想講，出家深度也想講有一種安尼回饋服務的心啦，嚇，來為我哋出家。家園啊來服務，如安尼，嗰所以一做吼，都做到更加，啊後來都加入我哋嘅救護義消，吼，學習要嗰度，啊因為我哋愛考嘅證照，唔用個急救，我用個嘅，嗰所以更加咧，我哋有限嘅時間，要咩提高，一啲欣賞，個腦部嘅社會團體推廣呀，呢急救嘅相關嘅技能。因為其實我感覺到台灣。沙飛地波有一啲歸感通人嘅部分，你講其實，每年如果想到講，其實我哋睇下個沙飛地波可以，我哋講可以起漲落，嗬。有時就係我哋沙飛嘅，我哋譬如講我哋總體方面是冇人個到位的支持，但係我哋有能力嘅時間，如果想到講，我哋係咪可以去做一啲事情嚟回饋大家？好，就想頭到我哋太過講嘅，但是你知道。做我哋應用消防最嚴團係論講我哋咧救護嘅吼，其實佢算一啲幾專業嘅，唔單止講係掃天嘅件事情，其實伊係啲有危險性，伊個早期話打火時間，伊係啲有危險嘅一啲工作，其實嘛係啲幾專業嘅工作。咁像個嘢嘅工作地步，即個有影響幾長嘅一啲時間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好，因為因為這個講啊，出家嘅阿妹啊，嚇。底下已經亡神無去啦，啊底下是地乜嘅演員，嚇，加更加非常好以來咧，我裡面我哋更加有受過專業嘅訓練，啊，有拿到證照，嗰時候更加平常時去聽，安尼消防處嘅救護車出去救護，學習到嗰度，安尼救護嘅安尼記憶，啊，其他咧冇講嘛，安尼喺幼稚園地步。啊！喺幼兒園地方，多多少少生意你沒有錯數，因為佢我哋如果同一條嘅學習嘅一條咧運用到我哋，不止喺我哋幼兒園，我哋社區，甚至於喺外種人，我哋都可以嘅。啊，也係無政策，也係一個專門嘅行業。啊，但是
安尼，如果安尼保持一种的挑战的心啦，等于讲可以同人纠锋起来呀，吼，安尼不是安尼听安尼，小凤对你讲，安尼不是如果同死神提拔河啦，真是啊，看你个大安尼个悲欢离合啦，吼，也讲安尼救护场安尼场面啦，吼，嗰度安尼，嗰个残忍的画面啦，所以我深刻的体验讲，真是一个人哈，身体啊、健康啊各方面啊哈，最重要啦。其实看过人的场面，如果提供，任何东西都无重要啦。错。最重要即个健康，如康人的健康。其实嗰个，因为其实只无健康，你赚多钱都无重要。咁从这个哈，你看这个有做我们的志工嘛哈，然后还有我们消防队的志工，他同时这个嘛做一啲严重做研究的，像研究的一种幼稚园的一种教育的这种生涯地方呀，有你这个感觉到影响过什么事情吗？比如讲这个教生意的呀，有，你看20人以前教过3岁、4岁，今嘛23岁、4岁。有哦。对啊，咁从来都有那种，你这个有影响过什么的事情？有，像安尼，前面有讲，做嘛也没一种的除了一种教育业，也是一种副业。讲过细的话，迄种的，等于讲一种的功德啦，做一种的功德啦，吼。做话来讲呢，因为安尼接触到安多家长，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的呢家境唔免许好，唔免许好的话，有的但是家长对小人的教育个重视，来分享一点，安尼有的家长吼，有2个小人呢。都见到啊哈，已经高中了，跟幼稚园都高中了。前面到各种的时间，也前人纳去，用係兒童安尼講，佢拜託安尼俾佢分期嘛，也樣嘅嘛。結果2個小人呢，前後，因為2公婆後生去做事，2公婆前後啊哈，那學費啊哈，總共要幾10萬，但是呢，安尼俾分期。一張嘢啦，吼，都差不多有2000、3000，都唔怕，安尼不是亂嘅。伊路慢慢納咪一2個邊嘢未哦，嚟叫少納到後背啊，吼，又納起嚟，也4年嘅吼，也高中嘅，不是因為要鼓勵嘅來看欣賞，也家長呢對安尼呢真感謝，不一定安防騙啦，不一定安防騙，咁當然安尼像有啲話。像無好納嘅，納唔出來安尼也就算嘅。嗰種安尼睇聯絡吼，嗰度家長吼，因為等於講對後輩嘅唔是都唔是納嘅啦，都唔不一定納嘅安尼。因為像人哋算是我哋教育體現，嘛喺教育最前線，因為係所有教育嘅基礎吼。像人哋看難懂人，但應該我嘛可以看到講，譬如講。小人其實爸爸媽媽唔點樣嘅教小人嘅，無如果爸爸媽媽嘅生活方式同小人嘅同應該講正確嘅去教小人嘅方式差過人，嗰就變成講小人嘅帶到學校來嘅時候，譬如講伊啲寒暑假，結果教嘅東西全部都記唔得咧，過來嘅時候要全部要重新教，有安尼情形冇？有啦，其實教育方式唔免當針對小人嘅。家長嘅部分嘛，因為樣呢，家長有時會有一種心態啊，愛出錢呢，愛嚟負責出錢。但是，因為聽表係學校教育同家庭嘅教育個重要，因為你細年嘅哈，呈現出來嘅係人家家庭教育嘅一個縮影。所以，我哋除了對細年以外，個注重親子溝通，如果要求我哋欣賞。3不5時，我要同家長聯絡，有乜嘅觀念，有乜嘅同家長去溝通分享，讓家長來參與，冇吼，唔牽多事情可以推動啊，吼，冇家長嘅參與認同啊，吼，唔會清開啦，細年嘅啊，吼，也冇法度達到我哋愛預期嘅效果。嗰時候嚟講，親子溝通也3方面啦，一定要做好。咁交通嘅部分，你哋家長有按何以講法一下？
哦，冇咁樣喎。這麼話嚟講冇。誒，頭先伊要講啊，有啲同學伊辦些朋友嘛，喺做嘅教育資源嘅嘛。伊都講有啲聲音咧，後面一邊上課，早上上課就會睡夢啦。有時我打電話去陪下位家長，講做乜係咪啱啱冇睡好？我唔會啊，你鬼做睡啊？伊都結果講有一擺啊，伊11點啊，我朋友11點去弄夜市，你堵到媽媽帶聲音咧11點嘛喺外面。伊講唔安尼，比如你即刻。我哋講，即個成分都冇增少。錯。聲音咧9點我比上晚4點嘛帶嚟吹去浪嘅，結果天嘅聲音咧都精神都冇嘛。咁種下啲情形嘅話，吼，其實從能用嘅去聽同嘅家長講，你即個本身嘅生活習慣可能有些改變啊。錯。其實吼也係一個普遍嘅問題啦。因為我講係聲更加後生嘅人吼，嗰度因為個冇像我哋。即係講啊，細年你差唔多8點9點都睡啦嚇，因為細年揾你發育，揾你發展，嗰時候我做衰放起來做，那唔可以講佢嘅聽話。咁當然更加係家長年輕嘅家長啊，對細年嚟啊，反正都聽到伊啊做事體行，無像我聽到老人家啊嚇，阿公阿婆嚟如果做衰，嗰時候如果講一部分嘅話嚇，除了講，到到家長時節，我同家長講。溝通嘅問題以外，最主要嘅其實最有效嘅同細人嘅，因為啊更加家長大部分啦，我談細人嘅，因為規日都講，我們老師說啊，我哋先生講用嘅，嗰時候我哋我對細人嘅一部分去講，我做1點睡啊，所以放起來嚇，一樣嘅同家長講，同爸爸媽媽講。哦，唔好太暗睡，我哋先生講1點睡，安尼嘅去，因為用安尼方式去慢慢嚟嘅，因為有啲位唔直接同家長講啊，有啲我接受，但是有啲唔會，嗰時變嗰度管道嚇下數嚟教育，幼兒園的教育其實係我哋所有教育裡邊最基礎嘛，係最重要嘅一環。但是幼兒園的教育其實強調的過多嘅事情，就像我頭先我哋喺度講嘅，一方面有政策的問題，還有我哋家長批判嘅問題。嗰種我哋會希望講，下一擺我哋除了鼓勵我哋嘅人可以講聲嘅以外，同時嘛希望我哋國家可以重視我哋幼兒園的教育。今日感謝我哋咧泰國龍嘅聽眾同我分享我哋幼稚園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